各位好，我係10號參賽者 Jackie 啊！我今日嚟嘅目的咧，就係希望喺歐聯咧睇到我最心愛嘅球員謝拉特同埋利物浦。我希望各位利物浦球迷可以支持我一票，跟住投我一票啊！係咪卡卡？呢個係咪卡卡？呢個應該係卡卡嚟嘅喎，肯定係卡卡啦！哦，因為我睇到佢頭亂毛，咦？呢個係卡富，肯定係卡富。咦？好似唔係卡富喎，真係卡富嚟嘅。因為又係佢個頭夠靚。呢個邊個嚟？好似我認識當中都冇。中超㗎？見都未見過一個人。聽過，好似意大利嘅隊。頭3位啊，梗係第一位就係我最中意嘅利物浦啦，因為佢隊波夠勁啊嘛。第2位啊，巴塞啦。第3位就阿仙奴啊。希望大家投我10號 Jackie 一票。